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10，箴言20章15節安尼講：雖然有金，閣有真濟寶石，毋過有知識的喙脣，才是珍寶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最有知識來講話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我滿心敬拜阿羅你，你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主。豐盛尊榮，攏是對你來。主啊，你的智慧贏過世上的金銀，你所出的話，比純的金閣較寶貴。主啊，願感謝你。藉着聖經來啟示阮真理，引帶阮行入正直平安的道路。阮要深深獻上阿羅甲感謝。主啊，求你使阮敬畏你，甲追求真理的心，互阮無犧牲物質的豐富，乃是閣較渴慕對你來的智慧。主啊，求你清氣阮的喙脣，互阮無講傷害人、虛假、驕傲的話，幫助阮所講出的每一句話，攏帶着真理、溫柔甲智慧，互人因為阮的話來得到利益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